咱来看台北一个注心母语教育的家长陈玉选哦，伊为着要保留家己泉州的腔口，毋让拢教囡仔讲台语，嘛望讲互囡仔来了解台语无共腔口的水甲特色，所以家己做一套教材哦，有漳州佮泉州两款发音，伊是真有心，咱嘛做伙来了解。偏转腔、柳湖、偏江腔、柔鱼。点特别吃落去，就通听到柔鱼伫咧偏泉腔、柳湖甲偏江腔柔鱼的腔口差。这是乐天亲子共学空间的头家陈玉选设计的台语教材，因定定伫遮办母语共学，听到真侪家长反映讲找无适合的教材教囡仔，所以规气家己了落去做。囡仔拢是为学校学转来的，迄个台语拢是为学校学转来，安尼豆豆迄个地方的特色啊，还是讲惯势的用法，就会豆豆无去。所以讲，我想讲，若是真正无较适合的，就家己来设计看卖。一套教材都合作笑嗨嗨台语发音灵动阿爸，内底有台语罗马拼音的字母卡、声调卡、甲点读谱啊等等。陈玉选表示，传统文教教育部所定的偏江偏转两套发音，嘛有请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的专家来指导。这套教材伊有强调这个马蹄的部分，所以咱会使对这个马蹄的部分去看出腔口差。制作团队办亲子体验会，毋但囡仔生甲欢喜，有家长嘛表示真感动，总算有一套教材会当听到家己惯势的台语腔。阮爸爸是中华迄个土地甲车样大汉的，伊家己饲大汉了，到我食，这拢是因送互我的礼物。有时阵我的台语嘛无遐好，所以家己去查过去找物件，所以用过即种了后，就是你点落着你的声音，你嘛知影家己是对还是毋对。就是这个物件会当做豆腐嘛，会当做礼数，你会当家己摕来学台语嘛，会当送互别人学台语。作者陈玉选表示，这套教材拍算伫5月上无主平台，嘛指出事实上台语的腔口地方差非常丰富，不过经费有限，敢来当尽量做。制作团队嘛希望讲未来有愈侪创作来重视台语的腔口差，互囡仔拢通了解家己腔口的特殊性。记者卢尚如、郑顺友台北报道。